世界衛生組織每年4月都會舉行世界免疫週，推動打疫苗。今年嘅主題係人人享有免疫服務，我哋可以做到。打疫苗係最安全同最有效嘅公共衛生措施。喺過去50年，拯救咗超過1億5千萬人嘅性命，相當於每10秒就救到1個人。不過最近喺北美、歐洲同埋亞洲部分地區，因為打針率下跌，令到麻疹同埋百日咳再度爆發。呢件事提醒我哋維持高嘅打針率同埋群體免疫力真係好重要。喺香港，我哋有完善嘅疫苗接種網絡同服務，例如兒童免疫接種計劃，透過衛生署母嬰健康院同埋到校外展接種服務，為全港嘅小朋友打疫苗。加上家長、學校同埋醫護人員一直以嚟嘅大力支持，幫助我哋社區維持住高嘅接種率。近年我哋積極推動流感針，亦為孕婦打百日咳疫苗，減輕咗好多嚴重併發症同埋死亡風險。打疫苗唔單止係保護自己，仲可以保護身邊人嘅健康。希望大家一齊出分力，由自己做起，推動多啲人打疫苗，令到更多小朋友、青少年、老人家同埋成個社區都得到疫苗嘅保護。